故宫参台北营总甲一寡故宫典藏的文物设计做卡片，提供实地的时代来训练认知的功能。老大人做伙耍牌啊，嘛增加甲人的互动哦。用伫病院临床的治疗效果是个袂歹，咱做伙来了解。 甲对故宫典藏的文物图设计伫牌仔顶悬，台北营总参故宫合作设计这套金牌人生的认知牌卡，用伫临床治疗、分组囡仔、青壮年等等10大主题，互老大人通透过仪牌仔分享过去。这些卡牌里面的内容，可能都能够去触动到他以前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就是说可以联系长辈的过去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杨总表示，这套牌仔总共60张，除了文物介绍手册、嘛有操作指引，伊会透过参与者甲技术融入日常经验展开对话，嘛加做实地长者、一般长者认知功能训练的方式，希望未来推展到社区长照据点等所在。长辈他们的生命经验这么丰富，其实不太适合像是幼儿化那种涂线条啊，或者是着色这么简单的东西。那透过故宫的这些经典文物，那他就可以帮这群长辈引导出他怎么去表达他的生命状态。 这套牌仔甲一般的批示牌仔甲多算无共，需要专业医术人员甲受过训练者来领导。目前无伫市面上卖，但希望结合技术，整做有意义的辅助治疗工具。故宫嘛表示，希望故宫毋若是互人参观尔，嘛通搁较靠近民众。记者陈立凯台北采访报道。